中华艺术科技大学护理系加冠典礼，下午伫学校的演艺厅来举行，包括五专3年级甲历史系2年级的学生，总共181位。女学生接受老师来佩戴护士帽，男学生则是由老师来挂名牌。校长孙一鸣嘛，望学生会用发挥伫学校所学的护理技能，发挥家己的所学专长。今天总共有181位学生，包括男生是29位，女生是152位，然后来接受这样的一个加冠。那也就代表着他们即将在学校受到专业的培训之后，要进入职场开始进行相关的实习。不过我们也很辛苦的在做这样的一个学生的培育，那也希望他们能够在职场上找到非常好的工作。我们希望呼吁啊，是不是说政府部会可以来重视这些学生或者这些未来职场的新鲜人的一些工作环境的改善，让有更多有抱负或者对有爱心的学生愿意来投到护理界。会中出席的包括中华艺术科技大学的董事长陈志文、卫生局的主秘，甲着大台南护理师护士工会以及各医疗院所的主管，嘛拢亲自到场为学生来祝福。护理工作事实上是一个非常有价值，而且整个工作职场的一个工作环境也好，那工作条件、薪资都已经逐步的在改善当中。那我们真的非常热切的欢迎我们有更多的这些同学能够像我们今天参加加冠同学参加加冠的这些同学一样，都愿意投身入护理工作。那也需要我们民众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肯定护理师的一个努力。其实大家的友善还有大家对护理师的肯定，才是真的是我们愿意投入这个工作的一个很大的动力。在加冠典礼过后，校方嘛由着护理系主任黄惠芝在南丁格尔的小巷头前来点燃蜡烛、荧光，搁再交由18位协助加冠的护理老师，以着接力的方式点燃学生手中的蜡烛，象征南丁格尔的精神，一代传一代，生生不息。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